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娃娃 TV。前几天呢，我家换了一台新车，因为最近美国的油价很贵，所以我妈妈想说呢，换一台油电车会比较省油。结果不换不知道，一换吓死人呐！我们本来是抱着去看看不一定要换的心态去的，结果我们那个销售员在帮我们估价旧车换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时候呢，发现了我们的旧车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家那台 Toyota RAV4 之前我妹妹开的时候呢，有被人从后面追撞过，整个后面都凹进去了。而那个肇事的人呢跑了，所以呢只能我们的保险公司赔我们。那当初呢他跟我们报价是说要修16000，而我们也不懂啊，就傻傻的同意了。结果现在要卖车已经不值钱了，我们那个销售人就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个车呢有记录说你们的安全气囊呢应该是已经不能使用了，而他们在修车的时候也记录了这个安全气囊是有问题的了。所以现在因为这个记录，这台车在市场上呢已经没有人敢碰，也流通不了了。现在呢他们只能低价收回，然后拿到别的市场去贱卖了。现在这台车在正常的市场上已经卖不了了。他就说啊，为什么当初我们没有跟保险公司谈要赔一台新车呢？这是可以谈的。一般如果修车的报价呢超过你买车时的一半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谈赔新车了。其实他说修8、9千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谈了。然后我们的销售员又说，这样修好了，你们也又开了2年，还有这2年你们没有出什么事，不然如果再撞，到时候安全气囊真的跑不出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其实如果当初撞我们的那个人没有跑掉的话呢，应该是那个人的保险公司要赔我们，而我们的保险公司呢，应该也是会跟他们谈要赔新车的，反正也不是他们赔。但现在那个人跑掉啦，变成我们的保险公司要自己赔我们，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这样才没有跟我们说，就直接拖去修，他们还可以赚一笔。真我们那个保险公司也真贱，为了赚钱把我们的生命置之度外，而且还没有跟我们说安全气囊已经不能用了，我们也就这样又开了2年，还好这2年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那个销售员呢就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你们这台车呢我最多只能给你们8000块，如果没有那个事故的话呢，价格可能是2倍或更高。那他都这么说了，有总比没有好啊，为了安全我们就旧车卖8000换一台新车了。所以呢我要在这边提醒各位小娃娃们，如果在美国有发生事故的话呢，保险公司跟你报价修车的价格呢超过你购车的一半的话呢，那就不要让他们修了，一定要让他们赔一台新车给你，不然花钱事小，要是之后出了什么事情呢，你一定会后悔莫及。凡事还是安全第一啦，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在外面开车呢都一切平安顺利，但这件事真的很多人不知道，也没有遇过。我们的销售员也说，我们不是第一个人，他已经遇过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这说明外面有很多不孝的保险业者都是用这种方法在诓人。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换保险公司了，我们现在换的这个保险公司呢认真又负责，有什么事情呢打1通电话过去他就帮我们解决了。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